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真耶稣教会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福音的广播节目，真欢喜有机会来到家人拄到旧熟悉古水可爱的陈老师来伫节目顶头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彩色的人生真正是有主耶稣的爱，生命才会通有色彩这美丽的色彩乃在乎会通归入耶稣基督，归入神的家，咱的人生才会圆满。这阵就请咱的来宾来甲听众朋友来请安问好。陈老师你好。哈利路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人教会，我叫做陈淑慧。感谢主，陈老师你退休足久吼。哦，足久啊呢。哇，咱当然以前我那捌见证过啦吼，是讲来你请教吼，你伫安尼生活过程内底啦吼，对厝邻的人吼，尤其对爸母有啥物怀念无？感谢主吼，我感觉我上感动的一件代志，就是阮爸爸妈妈吼会当安尼共款，甲我共款来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会当得到福音，会当洗礼，这是我一生一世人感觉咧上界感动，即摆收着拢想要流目屎，感谢主。感谢主，嘿，咱爸母年纪大吼，咱讲吼有好时大，真正爱趁机会。我要请问陈老师吼，你即摆伫家人嘛吼，恁爸爸妈妈因是住伫倒？阮爸爸妈妈，我是台南人台南人，嘿，阮爸爸拢是住伫台南嘿。所以你伫家人，伫台南，你无定来甲因传福音？传福音哦。有啦，但是足少啦，因为离太远咧吼。我若有敲电话转去，拢是安尼天气足冷的时阵，讲妈妈，你衫有加穿一寡无吼？安尼尔啦。喊你讲家讲福音啦，嘿。所以你原生信仰是甲世俗共款？对，一般的迄个信仰啦吼，就是咱一般拢安尼拜拜的信仰。你当时开始信耶稣？我妈妈足够拜呢。妈妈足够拜，你当时开始信耶稣？我是大学的时阵，大学的时阵，我的同学来招我去信，来信耶稣。安尼好久远的事情了吼。迄阵60年啦，即摆114年。迄阵爸母敢会甲你主动，还是讲甲你反对？无啦，迄阵我会记得我足细汉的时阵，有人来阮兜咧报福音。我妈妈人足客气的吼，甲讲嘿啦，信耶稣足好的啦。我敢若听到即句，因到底咧讲啥我拢无注意。所以我来到台北读册的时阵，有同学甲我传福音吼，我得到圣灵了，足欢喜的。家己就紧去报名洗礼吼，洗礼了转去，才甲我妈妈讲，妈妈，我信耶稣啊呢。袂使拜拜。袂使食拜。我妈妈吼突然间怎讲去啦？我想奇怪，我妈妈应该是爱足欢喜较对啊。那无替你欢喜安尼？嘿啊，我是讲伊以前咱讲嘿啦，信耶稣足好，即摆伊若无感觉讲这是足好的代志。安尼你会足紧张袂？紧张吼，我想哪会安尼吼？想要叫用骂无安尼？感谢主啦，加在吼，爸爸妈妈因。算做讲文化人，做明理啦，袂讲安尼
骂啦，但是嘛无赞成我去啦，嘛无感觉足受气安尼反对我去啦，无啦，但是这算你的头前啦吼，就是讲你来信耶稣，但是你的娘家并无信，后来就伫北部熟悉咱江执事。无哦，毋是哦，我是阮东二，我读册迄个东二，陈淑娟。我是讲以后就是伫台北结婚嘛。迄是洗礼了后，团队迄个介绍，团队介绍，你毕业了，你服务的所在伫倒？服务哦，我是服务几个所在啦，大先是去台东的迄个考生啦吼，尾后转去台南迄个我的母校教册安尼啦，所以是住伫家人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对，结婚了我才迄个转转来家人。安尼从你开始领受恩典福音，就你家己一个，厝里拢无人信。有啦。洗礼了后吼，阮爸爸妈妈虽然无同意吼，嘛无反对啦，所以我就私底下拢捌甲阮阿嬷、阮外妈吼，因为伊中风嘛，我感觉伊足可怜的啊，我就甲讲阿嬷，死了是要去倒？你安尼直接即倒就拄咯。咱戆迄阵细汉袂晓讲安尼弯弯翘翘，袂晓。阮阿嬷讲知，人就讲要去阴间啦。我讲毋好啦，你甲我做伙来信耶稣，咱来敬拜迄个天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啦。咱敬拜即个神哦，咱的灵魂后摆也来去天国。天国是足好的所在。咱做伙来去。毋好去阴间啦，所以伊外婆可能拢毋捌听过。头一遍啦。迄阵台南拢拜拜足旺的啦。你台南的倒位？我台南住伫迄个北区啦，迄个市内啦，市内。无咱拢毋捌听过就对啦。耶稣捌啦，咱毋捌听过。对啊，台南嘛是大本营呢。太平境概念对。但恁就传统信仰啊。传统信仰就毋捌咧行教会就对啦。外婆安尼，互你甲讲了，有讲好吗？会对我去。感谢主。但是足奇妙呢，对我去的时阵嘛无人反对呢。算恁的阿姑妈妈，你拢无？阮一个阿姑。阮妈妈是孤查囝，就住小隔壁。所以我若甲伊带去教会，咱台南教会离阮兜足近啊，计程车10箍袂晓啦。我若甲带去吼，阮兜的人也无人讲话啦。是，阿嬷伊感觉讲，这个查孙啊，呢真乖，会带你去教会，会真欢喜无？伊嘛无安尼讲，是讲心内啦，无伊就反对就袂去啊。拢我若带伊去，伊就对我去安尼啦。所以有的人就是讲，阮都拜拜，你带我去信耶稣，就会抗拒啊。袂啦，伊就感觉讲伊足可怜的安尼吼，在世安尼也无讲偌快活，安尼去看病安尼变衰，定讲变衰哦，足可怜的。毋过有一天吼，伊突然甲我讲，迄相命甲我讲吼，食到年岁遮济啊，毋好背教，毋好反教。所以怎有一站，伊怎无要对我来？这算主动。主动。毋过尾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开路，互伊病甲足严重，病甲呢吐血。迄阵的医学无晓发达，甲伊转来迄个大厅，白布白里啊，就准备后事啊，拢无资格啊。甲脚也袂用啦，食也无食啦，啉也无啉啦，咖啡饭也甲摆落去啊，迄个尼姑嘛来甲伊讲，我就问我妈妈讲，世俗该做拢做啊。妈妈人未断开，安奈安尼甲拜去去甲伊迄落讲甲伊叫尼姑来甲伊念，啥物原因？就互伊好几天啦。我心肝听了足艰苦。无信耶稣免几天。啦，上要带。是啦，我就足艰苦的啊。我一直祈祷主耶稣，阮阿嬷未信耶稣呢，灵魂未得救的呢。是。你爱救伊的灵魂啦，爱互伊会当去你遐。我一直祈祷，
啊，有一天吼，拄我会记甲足清楚是4月初4暗时啊，阮阿姑的查囝吼，因为伊甲我共款，拢来信耶稣，啊，伊来阮兜讲，咱来替阿嬷祈祷好无？吼，我足欢喜的，当然嘛好。阮两个吼，就去甲伊的门床，伫个门床前安尼，迄算个一个房仔尔，是算门床。阮的姐姐就甲讲，阿嬷，奇妙咧，目睭金开，佮活过头来哦，啊，甲阮看一下，我欢喜一个讲，哇，感谢主，紧甲伊讲，阿嬷，咱来祈祷，佮甲我剃头，咱来信耶稣好无？佮甲我剃头，我欢喜一个，紧手甲伊合来，甲讲阿嬷无要紧。你无法度出声，你心肝来念，因为平常时啊，我都有咧甲讲，妈，咱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吼，啊，你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咱学了天顶的真心就好，啊，所以伊会记你安怎祈祷，啊，迄摆祈祷了后，我规个石头全落去，我就足放心的，足好困的啦。第二早起透早，安尼冰冰冰冰啦，我想，啊是啥物原因？但是吼。感谢主，我一个目睭天金听到这声的时阵，有一个感觉讲，阿嬷，主耶稣甲救我，足欢喜的呢，较紧的，佮紧来阮阿嬷的迄个门床前，佮祈祷，年糕伫遐，佮要开始要干，要佮强啊！因李准是回光返照，好，我甲年糕讲，阮阿嬷活起来，你莫佮甲念经啊。伊李准我头壳歹去啊，甲我看一下，足要伊甲我看一下，这是啥物人？啊，阮内底有时带了出来，我就甲讲，你若还未断开，啊，就安尼甲你养，你心肝会安怎想？将心比心啦，吼。伊甲我看一下，啊，紧甲洗目色，啊，迄个年糕才走。啊，我就甲因讲，阿嬷活起来啊。啊，我佮甲阮阿嬷讲，阿嬷。今仔日教会吼有迄个拍乒乓比赛，啊有迄种爆水饺，迄水饺以前足稀奇的，我摕4粒等下互你食，迄4粒就足大粒。陈老师，我来请教吼，是讲这个过程内底，阿嬷敢有注射，还是讲有医疗行为？迄阵医学也无遐发达，有叫血牛。吐血足济啊！啊，叫血牛来甲伊注射，人卖血啦，来卖血甲注射安尼啦。所以还是有稍微的医疗行为的。干那安尼尔，干那安尼，啊，就规个人就全，干那魂迷不清，就倒伫遐。嘿啊，迄阵遐也无发达啊。继续，你讲你要摕4粒水饺互食，真正我摕转来互食，会食？感谢主，种一工安尼目睭睇袂紧的人，第2工讲会使食4粒水饺。哇，会食一喙好啊！奇妙呢，我迄阵都无迄个知识，你知无？啊，有人讲遐久无啉无食的人，会使随食水饺。是会使食暗暝啊。啊，恁个下当也是准备要拜拜呢？对啊。所以遐年糕当做回光返照。毋是，家人年糕讲，厝里的人嘛安尼，所有的人厝边拢安尼。其实是好起来。奇妙的是，真的慢慢好呢。哇，不是慢慢好呢，一下子就好了。佫会使安尼行来行去，夜班啊。陈老师迄阵阿嬷几岁？遐久啊，袂记哩啊。啊，迄阵还佫遐少年啊，无咧甲管几岁。我嘛毋知，伊一个人活到迄阵60、70岁应该是过啦。就是讲，都伫要死的人啊，结果佫活起来就对啦。后来你安怎甲带领？厝边的人拢问阮妈妈，到底是对一个医生安尼遐个？迄个医生叫做陈淑慧。毋是，我妈妈佫知影，毋是我甲伊的。是，伊甲因讲，知哦，着阮姑的查囝，甲阮淑慧。甲祈祷全好起来，所以拢知影耶稣是上大的医生啦。我毋知因知啦，但是因若无人讲安尼对我来啊。但至少伊认同你的信仰啊。
是啊，啊，你那个表姐嘛是咱教会吗？系啊，我就信耶稣了，我就赶紧报福音给伊啊。哦，所以干那恁两个表姐妹来信。那耶稣就是知影讲我这个人足软正，爱摕个陪伴你，一个互我做信用的迄个伴所以这个表姐嘛单纯啊。嘿，感谢主。单纯甲会使讲，我干那甲见证我信耶稣的圣灵，伊安尼足欣善的。就来啊！伊讲我嘛是最近咧看，因为伊比我早大先信。讲我最近嘛是咧看圣经，我就看无圣灵是啥物货。爱听我讲见证我得到圣灵，安尼哦足欣善的讲，咱若转来你带我来教会嘿。伊较早的教会，甲你敢有共款？敢真正做教会？毋是啦，毋是一般的教会啦。嘿啦，无看听无。伊讲我看无啦，我就甲见证，伊就足欣善的。伊来阮兜的时阵，佮甲我讲呢，讲你毋是要带我去教会？因为我看阮妈妈安尼无欢喜，迄个型，我就家己全安尼软正去，毋敢去甲带呢。吼，伊来阮兜的时阵，我拄我讲即句，我妈妈伫边啊，我甲看咧，阮妈妈拢无讲啥话，我上好啊，你无讲啥话，表示你安尼就准算啊。讲妈妈，我带伊来教会吼，我就带伊去。老年甲我讲，我得到圣灵呢。哇，感谢主！我讲你若得到圣灵，我去教会你毋免去。你毋是甲我教讲奉耶稣的名祈祷，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祈祷甲俄罗神，安尼就好啊。讲对啊，我就是安尼啊，就得到啊。就得到。嘿，领导。哦，家己厝里。嘿，家己厝里。伊佫知影是圣灵。感谢主，我有甲讲圣灵谁做啥？感谢主，我讲指头会叮当。是。你家己心肝，你一定知影讲神，互你圣灵啊。赶紧来教会，互团队鉴定。哇，紧诶，紧讲咱来去教会哦。问遐中一日敢若无团队啦。去啊吼，就甲因讲，阮即得到圣灵咧。因就讲好，咱过来祈祷是祈祷。吼，迄阵有祈祷是。祈祷了，讲这是圣灵。确实得到圣灵。哇，感谢主。所以你本来一票变两票。嘿，有判。有判，两个去甲阿嬷见证。就好起来啊。逐个安尼问啊，阮兜的人吼，看到阮阿嬷有即个遮奇妙的代志发生，对以后我的迄个信仰之路就海阔天空。阿嬷尾也敢有说咧？有啊。就用伊啊，逐个甲讲迄个。你甲教会讲嘛，吼。嘿。教会就来处理安尼。嘿啊。安尼。来洗咧啊。洗咧了，佫活偌久？哦，活偌久哦，我毋知。嘛袂记哩啊，反正都无随时的危险。无啦，没有啦，就活起来啊。若无你甲见证，无为啊所引导，我看迄个时阵，下日听就是要准备等礼拜拜啊。阿嬷主要所经算好去，陈老师你拄啊做这个工啦。迄就圣经讲的啦，主要所烧我跳。嘿啦，迄就是吼，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啦。嘿啊，主要所烧我跳，互我会当安尼。阮阿嬷要伫个安尼晚年安尼，要无开的时阵，得要无开的时阵，咱得到。感谢。安尼时间经过足长，你嘛嫁翁嘛生囝，吼，囡仔嘛大汉啊。来，你来讲恁爸爸妈妈，后来我哪有信主哦？嘿，进前还佫一项奇妙的代志。来，迄阵我未结婚呢。哦。嘿。阮的我的阿嬷，阮表姐的外妈，我去参加迄个学生联谊会，转来的时阵讲，啥物？阮阿嬷嘛中风啊！阮外妈是右手右脚，阮内妈是左手左脚。我看一个安尼目屎就淋落啊！阿嬷，你哪会中风？你哪会袂振动啊？我就甲伊迄个。因为伊洗包仔嘛，洗包仔头，伊就无法度，我就甲伊哪洗哪讲，阿嬷来信耶稣好毋好？伊就哪讲好啦。伊敢知影钱来信耶稣的代志？早就知啦，因为阮外妈相信啦，所以大家拢认同啦。啥物？阮外妈信的时阵，我若甲见证讲，阿嬷。咱来敬拜迄个天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打神我也无介绍讲，安尼就做好呀。敢若会晓讲，咱来敬拜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结果伊是不爱信的。啥物戆囡啦？迄是盘古开天地啦。伊个老咧旧的信用啦。无爱听就无爱听，我就讲袂落去啊。较讲嘛。
咱来信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较讲啊迄句，啊，较讲咱来安怎祈祷，啊，伊听是听啦，啊，无咧做啦，嘿。但是到到尾中风伊就听，敢毋是？因为你的关系，主要说怜悯啊，主要说怜悯伊啦，啊，结果伊就讲好，哦，啊，迄阵我就对，我伫台东教册，好，我遐远咧，寒假转来，啊，感谢主啊，主耶稣有安排阮表姐啊，哦，是，啊，所以我就甲阮表姐讲，我甲你讲吼。我出钱，你出力，啊！你来带伊去教会吼，计程车钱我出，啊！你来带伊去教会，嘿，啊！感谢主，伊安尼裹小脚，爱中风哦，是1个月左右而已，裹着小脚能够爬上2楼呢，迄个白骹搬，扛起你，爬起你呢，扛起你会堂，迄对一间教会，台南教会，哦，伫2楼。计程车10块坐咧啊！感谢主。系啊。啊，安尼，你阿嬷安尼偌久的时间？这个阿嬷，都1个月就好啊！你去无倒安尼？哦，无倒哦。啊，好去就去信啊。好去就信啊咧。哦，感谢主。系啊。啊，拢无人敢哪早。嘿嘿嘿，感谢主咧。什么阿叔阿姑，什么这亲情，无人懂。感谢主。阮的厝内底吼无信耶稣，但是顺福啊，真友好。感谢主。阮爸爸吼上大伊是大囝，是。嘿啊，伊大囝啊，啊伊就拢来到阮家吼。迄阵咱讲已经离世啊。啊，所以阮阿嬷去教会嘛无人早，伊要洗礼嘛无人敢早。但是对我来讲实在是哦。额外的恩典，海阔天空，一个安尼甲你弄伴，足好诶啊，嘿啊，啊尾后过足久，我替阮爸爸妈妈祈祷足久，差不多20档，所以10档空白，哦，所以你头前资优生，后壁才就系啊，啊尾后因为我有。厝内底有发生一寡代志，阮爸爸妈妈来甲我来甲家人来甲我大兄，嘿，啊感谢主啦！啊，甲我大的时阵吼，阮妈妈吼，若甲安歇即个时阵，伊拢会安尼穿甲好势，衫穿甲水。等你甲带去教会，等我甲带去教会。较早家人教会是足歹爬，足歹行呢。爬甲4楼啦！啊，感谢主，阮妈妈迄阵骹手拢足好势，嘿，吼。啊！但是阮爸爸唔来，就是唔来啦。嘿。哦，所以爸爸是拢唔捌来过，啊，妈妈是不反对，但是嘛无一定信啦。对啦，嘿啊。来，你甲听众朋友见证讲，啊，爸爸妈妈后来是安怎突破这个藩篱，会当来信耶稣。啊，嘛是神的恩典啊！主要所要救人吼。啊，若介好吼，毋通安尼啦。介好是人吼，好的，就爱来得到恩典啦。毋通像阮爸爸妈妈安尼啦。安尼藕断丝连，啊，不过嘛是神的怜悯啦，啊无吼，因为无这个过程，伊嘛未来啦。嘿啊，啊，阮妈妈就糖尿病啦，中风啊，啊，煞怎变成敢若安尼进出医院的迄个加护病房，所以就无一定住伫家人啊，住台南啊，哦，伫台南啊，是。若逐摆若去迄个加护病房入去的时阵，阮爸爸就拍电话来甲我通知，我就紧安尼，你就无上班的期间，我就紧车坐咧紧拢转去甲台南，去甲病院，我拢直接去病院啦。家人转去爱偌久啊？我迄阵哦，拢嘛坐迄个自强号，有啊，自强号啊。上分买3-4点钟，4点钟啦。啊，敢一定拢有车位？无啦，拢用骑的啦。毋敢买，因为毋知当时会当赶着车。是。啊，拢嘛用骑。现看现买。拢嘛现看现买啊，拢是占位啊。啊，等于拢直接就拼去病院。啊，奇妙就是我若逐摆转去台南，阮爸爸吼，拢会甲我讲紧来去妈妈遐。啊，阮家护病房迄阵无想讲，起码遐灵验价，拢会使随时去。啊，去我就坐伊祈祷。啊，奇妙就是讲，逐摆若祈祷了，啊，我若转来甲家人，阮爸妈讲，阮爸就甲我讲，啊，即马伫
普通病房啊。离开迄个 ICU， 离开照护啊，离开较好病房，嘿，安尼几啊遍啊，来来去去，互伊有迄个，敢若有迄个感觉讲，即个神奇妙的神哦。倒落讲哦。啊，一般若寒假暑假，我就你等去陪伊，等去陪伊啦。啊，你寒假暑假毋爱抛夫弃子？感谢主，继续好翁。系啊，啊，我转去吼，啊，就陪伊。啊，若陪伊的时阵吼，阮咧阿嫂因吼，拢会来甲我问讲，啊，妈妈安怎？真好势啊！你咧顾拢真好势。系啊，因咧顾就拄叫啊，因咧，阮那两个阿嫂咯，安尼面面相觑，讲太奇怪。嘿啊，毋敢讲咧，敢若看我就知影讲，啊，因咧顾的时阵大概无好势，所以咧顾可能足辛苦诶。嘿啊。啊，有一摆我看迄个阮妈妈边啊有安尼诚水的衫伫啊，我甲阮爸讲，医生是毋是有讲啥？阮爸爸忝头。你爱心理准备啊啦。对。啊，煞了，阮爸爸就突然间就甲我讲，紧带妈妈去洗礼。心花咧开。唉，感谢主，伊有看到遮尔济恩典啊，遮尔济新者呢，这实在是新者。家己两个妈妈20年前的代志。但是恁爸爸甲你讲安尼，伊本身敢有来教会过？毋捌来过啦，通通没有，没有来过啦，只有一次跟教会去旅游，转来甲我讲，迄教会人足好呢，无熟悉嘛，大家拢安尼对，安尼甲咱招待，安尼甲咱接待足好的呢。毋就爱来，毋来就是毋来啦。虽然是安尼啦照你讲就是迄福音的种子老师啊，福音的种子就是安尼久啊，安尼就定伫伊的心内啦。啊神啊怜悯保守啦，若无飘摇中一支花连咪都无去啊！人咧外教拢嘛神，是，若毋是神甲感动，你搁安怎你都无效，对无？所以伊竟然家己开嘴，甲你讲，竟然带妈妈去洗礼，家己开嘴，我嘛无意中讲伊安尼家己开嘴。你又毋足欢喜的？我足欢喜的咯，但是我著安尼欢喜伫心肝内，我著搁讲你咧，哎呀，那讲，甲我看咧，拢无讲话。伊咧想。无，伊安尼甲我看咧，我毋知有咧想无。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我讲，这爸爸一定捌甲主耶稣毋捌讲过什么话。毋知有啥物祈祷、啥物承诺咧啦。无哪会雄雄甲你讲，叫你带去洗礼。对。啊，我又讲你咧，会点，我会想，爸爸，我讲咱迄敬拜的神是又搁真又搁活的神呢，伊拢知影呢，咱袂使甲欺骗哦。你嘛毋知内容，你就甲讲袂使欺骗。我嘛毋知影，但是神的奇妙就是伫遮，所以咱要讲啥物话，拢是神带咱讲。是，所以伊心内若有甲神真正讲有啥物承诺拄啊无对叫你讲着。对，果然无错。是。无讲一句话，报名两个做伙报名，洗礼两个做伙洗礼。感谢主。啊，洗礼迄一天，伊安尼巴肚冒掉咧，安尼足艰苦。我想又搁胃咧疼，因为我毋知影伊遮严重。是。因为伊著常在胃疼嘛，毋是落屎无，就是迄个便秘安尼吼。啊，讲你又搁咧胃疼哟，团队是讲。看较济嘛，讲恁爸爸是毋是感情？讲无啦，伊著静一静著拢胃无好。洗礼了，起来甲我讲，清代迄医生甲我讲爱搁转去检查呢。讲爱搁检查啥物？我看无迄检验报告是啥物？厝里人嘛拢毋知，厝里的人无人知。伊干那甲我讲尔，是，干那我较好信任的款。毋是啦，主要所感动伊啦。我讲无安尼啦，妈妈咱互迄个互迄兄弟啊顾。中风嘛嘿啊，无法度顾两个，无你来台北啦是。我甲你顾。爱著想安尼嘛是好啦，爱著来台北，我带去台安医院结果感谢主啦，真正是感情。医生啥物癌？
大肠大肠癌啦癌，怪伊直的肠癌啦，直肠癌。啊，尾后就已经到肺水肿哦，啊。啊，恁拢当做胃痛安尼吼。啊，哦，啊，迄阵阮的心肝，阮的注意力拢伫咧阮妈妈的身躯顶啊，无去甲注意着毋知影伊啊。讲伊都可能就平常的迄个疼呢。嘿，啊，伊个足坚强的啊，足疼某的啊，拢干那顾太太啊，无咧顾伊家己啊。所以恁做囝儿逝世嘛，安尼真感谢主啦吼，啊真感念这个爸爸的温情吼。哦，感谢主啊，爸爸足好的啊。是是是，啊人水啊所嘛甲怜悯啊，啊无一句话两个做伙洗咧。对啊，哎，咱传福音传甲变变叫嘛，无一定有咧。神的恩典的，神的怜悯的，神的精选的。是，嘿啊陈老师，你是毋是久长拢为着爸爸妈妈祈祷？这假讲的。枪在老目屎哦。是啦。啊，咱甲咱问主耶稣，主耶稣啊，我离遮远，啊，要安怎甲因传？啊，主耶稣，你莫紧救因，恁的灵魂足重要的呢。啊，灵魂啊，一岁一岁过吼，嘿啊一年一年大。嘿啊嘿啊，啊，当时才会当安尼得到你的恩典，啊，做伙来去天国，安尼来去你的怀抱里面安尼。逐摆拢祈祷拢灵魂啊未得救的呢，灵魂啊未得救的呢，安尼啦，嘿啊，啊。所以人爸爸妈妈两个做伙洗礼，啊洗礼了，啊即马开始来处理病啊呢，尾啊安怎？啊，毋着来台安医院的时阵，啊，阮迄阵啊，搁咧上班嘛，啊，拢嘛是爱等候有闲，啊，遮紧的吼，车坐咧，啊，就去遐甲顾。啊，去到遐顾有一摆吼，伊甲我讲，淑慧，啊，你去甲医生讲，我毋免来啊，我是安那爱叫医生来，啊，我着头壳足疼的啊，啊，我着甲护士讲啊，医生有来无？无啊，啊你无来，嘿，啊我讲即马咧袂听啦，你甲医生讲毋免来啊，啊我哪会袂听啊？啊我着祈祷啊，你讲我着祈祷啊，上啊过，要祈祷啊。嘿，老师，你讲伊拢毋捌来过教会，嘿啊，爸啊，爸祈祷毋着五圣祈祷，教伊的方法，你嘛毋知？我甲问啦，啊你是安怎祈祷？嘿嘿嘿，哎，甲我讲迄个祈祷方式哦，感谢主，毋是咱讲奉主耶稣性命祈祷，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伊着用伊的方式咧祈祷，主耶稣嘛听伊笑，是主耶稣看人的内心啦，是，爱讲祈祷了，袂听啦，一直甲伊离世了，拢毋捌听过，哦，所以神甲保护条的，哎，神家照顾。保鲜膜甲合条的，啊，阮金仔吼，因为伊较有即款知识，讲迄无啦，迄吼一定是医生有甲注毛费啦。啊，有一摆吼，医生拄好来咧电梯，毋知甲囥啥物药啊落去安尼。我问医生讲，医生啊，啊你是毋是咧甲伊注毛费？啊，医生甲我看一个，讲奇怪，是安怎会甲注毛费？啊，伊都拢毋捌听过，伊都无讲伊听，是安怎会甲注毛所以这费？是医生证实的吼，嘿，无听假注都浪费医疗资源。吼，啊，阮今仔才听着讲，哦，嘛感觉足奇奇的，哪会拢无听安尼？真正是主耶稣甲保护条的啦。感谢主。啊，迄摆吼，了后伊一摆甲我讲，我甲你讲哦，我吼看着一个足大地石头啊，是，啊边啊吼布一个心意出来，嘿嘿，我心肝已经迄个景象想讲哦，足大地石头，花石这是主耶稣。是，爱心意啊，什么色的？绿色的，很绿，很新鲜的绿色，是不是？伊讲毋是啦，是金的啦，哦，佫较简单。金的，嘿，金仔店迄款金哟，吼，毋是咯。金迄较水。伊讲我毋捌看过，哦，足水的金嘛。安尼是毋是表明讲伊的信心像金啊，遮宝贵安尼？迄阵我无了解，了解吼，感谢。是事后我咧一直甲想即个伊咧讲的即个景象。是。啊，甲伊离世了后，我一直咧想讲，主耶稣保守伊，互伊拢无听过啊。主耶稣对伊的即个祈祷吼，啊，对伊即个瓦克神的信心吼，较成就啦。嘿，有甲伊决定啦，有欢喜着啦。感谢。所以才拢安尼拢无听着。所以一个安尼看起来单纯的信仰，啊，就破病嘛无机会去聚会去听道理，但是就亲像伫搬石伫耶稣的身边安尼，
浮出来迄个心意，嘿啊，细细蕊啊，啊，却是安尼足水的，互伊感受得到迄个漂亮甲美丽。嘿，啊，因为伊毋捌看过圣经啊，啊，所以若看着感觉足奇怪的代志，伊就甲我讲，我哪会看着这？是，啊，我就甲讲，迄阵我嘛毋捌啊，我较知影吼，迄大体石头啊，就是讲耶稣啦，耶稣互你靠啦，咱即马就是庆贺耶稣安尼啦，嘿，迄种标准答案啦。啊，但是迄个幼苗，迄我是尾后才知，才想着。搁奇妙呢，有一摆我嘛是个，拢是我去的时阵，伊才咧甲我讲。哎，这拢是遗忘吼，做梦。我无甲问看是遗忘还是印象呢？反正伊去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啊。看到这。嘿，讲，我看到一个楼梯吼，一直悬咧甲天顶，外国的天梯。哇，感谢主。我讲圣经有记载呢。嘿嘿嘿。迄天顶吼，迄个梯吼去甲天顶呢，是甲神遐去呢。我就要爬去，啊，就有人甲我讲，啊，你还袂到，还袂咧，你紧落去。时间还袂到。伊讲还袂，你还阁袂使来，安尼。啊，我就讲这圣经讲的天梯，咱要去甲天国，咱要去甲神遐。是，主要说道路、真理、活命吼。对。安尼两个啊。两个佫较奇妙，迄阵我知影讲啊，这时候还袂到，但是医生讲3个月啦。啊，真正3个月吗？差不多迄个时间。差不多啦，因为4、5月啊，迄阵春季联欢会嘛。啊，到夏天，迄阵我会记哩阿婆乐安尼开甲水，因为尾后各个因就拢来带转去迄落清大病院啊嘛。啊，我去到迄个成大医院，然后逐摆我若去到遐的时阵，啊，背后迄摆伫成大医院，甲我讲，我去到一个所在，足水，哇水啊！拢金的呢，黄金呢，足侪宝石的，足水的，足好的迄个所在。对，迄阵我拄好有看到开始了讲，我跟你讲吼，这是黄金街碧玉城，迄是天国足好的所在，咱就是以后拢要去的所在。是。所以陈老师，你爸爸这3个义枪啦吼，安尼看，啊，你甲连接起来，你感觉讲时间差不多啊？迄阵我就开始有迄个心理准备。我讲时间要到了，时间要到了。是。啊，感谢主，伫咧加护病房的时阵，阮的兄弟姐妹去，我兄弟啦，姐姐我无妹妹啦，去到遐看。啊，去到遐，大家做伙伫遐看的时阵，啊尾后伊就讲恁拢转去，啊就甲我叫啊，你老咧，你老。有信啊，所以老咧。我甲望伊的手是足冷的，啊我就讲咱来祈祷。嘿，我就陪伊遐祈祷，啊祈祷煞，我就看伊安尼困去啊。啊，迄一日拄安休日。是。我上好啦，伊困去，我就来聚会，啊，煞则搁要来陪伊。啊，我每遍来祈祷，迄阵我咧一个心肝足艰苦，一直哭。主要说你爱救阮爸爸啦，迄阵人拢较贪心嘛，灵魂得救了嘛，爱迄个肉体爱迄个。啊，佫几年啦。嘿啊，安尼甲阮甲耶稣安尼求。啊，奇妙咧求的时阵，还感觉讲，迄个模糊的感觉的讲，那天使好像跟我爸爸在一起。啊，我一直哭呢，天使怎么跟我爸爸在一起？啊，心讲啊，虽然欢喜，但是唔甘啦。嘿啦，啊，记得刷的时阵，迄个张执事里边甲我讲，恁弟弟来了，讲恁爸爸离世啊。就是安息日啊，那时候我在祷告，我在我的祷告中，主耶稣来接他。是，感谢主。陈老师甲你请教吼，你讲爸爸妈妈都会洗礼嘛？啊，爸爸洗礼了就破病嘛吼，结果是等到恁较注意，妈妈无注意的爸爸。对啊。安尼3个月，安尼是爸爸先离世咯。对啊。啊，妈妈搁后壁。嘿，妈妈不会要才离世。感谢主啦。主要说因定。感谢主啊！是，这真正是讲会了袂尽啦，但是嘛安慰咱的心啦。我若想到因的灵魂得救，我就足欢喜的呢。是，
虽然我不甘啦，本来爱哭的啦，即摆哭袂出来啦。毋过即摆有想着嘛，足感动嘛，一直哭，目屎嘛一直流。即摆是欢喜的目屎啦。哎呀，是啊，足欢喜的啦。人伫即个世间吼，若讲辛苦吼，生育儿女，搁请囝，搁恁读个大学，搁烦恼恁安尼吼，安尼家庭请囡仔请孙，对一个时代来讲吼，实在是照圣经吼，真正又得又苦啦，搁破病咧，生命业绩拢伫苦难内底，无怪主耶稣讲吼，讲放心伊赢过世界，咱伫即个世间有苦难，但是耶稣内底吼有平安。所以陈老师，你安尼虽然唔甘，但是伫即个时阵，你会感觉讲足感谢主耶稣拢听你的祈祷呢。感谢主，主耶稣听我啦。阮咧传福音，阮咧传拢传你个囡仔，传你个少年，你拢传这个聚会。感谢主啦。毋过我拢想讲，因来当伫个安尼无病无痛的时阵，就来当然，安尼得到恩典上好呢。系啊，那就咧买房车吼，至少有挂起你啦。系啊。敢若迄葡萄园盖大成入去的人，虽然做足侪工，毋过因上安定啊。阮爸爸已经安尼上尾一个较黄昏的时阵才入去，迄等候的时间拢偌侪苦咧。是，所以爱活着健康的时阵，都爱紧来食。感谢主哈，咱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哈，嘛谢谢陈老师接受许多的采访，陪老目屎啦，做伙欢喜，做伙哭哈。我嘛有这个经验吼，阮丈夫嘛是安尼88岁啊，伫这个安宁病房才出来洗咧。其实啦，这拢是神足大的恩典哈。我想这个见证足济啦，但是时间无够吼，咱这站就到这要来完成这个这个节目，要请陈老师咱做伙来灭祷吼，来将感谢来归予天顶的神，咱做伙压头灭祷吼。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爸，阮感谢有了你，主你是人民人的神，你创造宇宙世界万物，上重要就是你互阮的心无偏伫这个罪恶甲患难。虽然阮伫这个所在大汉，阮伫这个所在浸伫迄个乌窟内底，但是主耶稣你既然用你的宝血甲阮洗净，互阮通得来到你面前，拢会通得到安尼真饱足的这个看顾，感谢主耶稣无煞，互阮的时代会当经历遮济苦难，但主耶稣你嘛怜悯来竞选，有机会受洗归入基督，成做主的后生查某囝，将来毋免搁再受苦，爱甲主耶稣永远伫咧。所以人生的苦难亲像陈老师讲，都爱健康的时阵，都爱少年的时阵，都爱安尼珍惜迄个有机会来明白耶稣的爱，来查考耶稣的怜悯。千万毋通讲安尼拖到尾无机会就可惜凡事拢感谢借着主耶稣你施行的恩典，互阮扣伫心内成做一份生命力量。愿因为这个恩典主耶稣你拢大大赏赐互阮，我嘛将荣耀颂赞懊恼尊贵拢归伫主耶稣你的圣尊名愿你来垂听会纳。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感谢主。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师，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共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
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滋味，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